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地上的人心在你面前无不显明。求主耶稣，让我们随时能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及外在的言行。我们在此认自己的罪，祈求你饶恕我们所有已知及未知的过犯，也感谢耶稣用宝血来洗净我们，启发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待人处事生活。感谢你带给我们可以克服的挑战及恐惧，让我们更加贴近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总不遗弃你的圣徒们。也学会脱离不属神的控制欲以及恐惧感，学会摆上、献上，以信心、爱心来生活，成为神施展大能的器皿。在接下来的主日崇拜中，请求你浇灌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正道牧者，让牧者的心思意念与你贴近，传讲神的信息，智慧的言语进入会众中，并行出来，也让地上的神学院及教会能够持续地兴旺。我们也欢迎圣灵围绕在整个教会，在敬拜的诗歌中、牧师的信息中、会众的奉献中，以及大家的祷告中。以上是奉主的名祷告的，阿们。待会的诗歌敬拜，若是弟兄姐妹们身体是不适不便久站的话，可以坐着没有关系，或是在唱诗的途中坐下来也都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心灵诚实来的歌唱，一样可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心灵粮食选第79首《千古宝藏》来赞美我们的神。世世代代你是帮助，未来你是盼望。暴风雨中避难处所，我们永远家乡。在你宝座荫庇之下，我们安然居住。在你膀臂保护之中，防卫坚定稳固。大地万物未曾造成，诸山未曾生出。自亘古直到永远，你是不变真神。1万0000年，在你看来，犹如一过昨日。世人生命却如花草，转眼不敢消失。求你教导出传年日，使我得到智慧。用你慈爱满足我心，一生喜乐欢呼。世世代代你是帮助，未来你是盼望。今生今世做我保障，永世做我家乡。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23篇1至11节，教会圣经563页，诗篇23篇1至11节，教会圣经563页。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赦的哥哥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一起，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我们同心为以下事项来祷告。为非洲国家索马利亚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外岛特区教会马祖卫理堂代主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缅甸、泰国因地震致各地受苦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早日完成重建，
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求主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好见证。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接下来，请汪瑞恒弟兄来诵读本周的经课。第一处经课在约书亚记5章9到12节，旧约圣经214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产地。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第二处经课在哥林多后书5章16到21节，新约圣经198页。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眷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谢谢汪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在《使徒信经》20章22至24节，《使徒信经》更正，《使徒行传》20章至22至24节，《使徒行传》20章22至24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现在我住在耶路撒冷去。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们有请诗班来献诗。今天的献诗曲目是《人子耶稣被追担》。
们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以下时间，我们交由陈吉松陈院长，也是我们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证道主题是属天的价值。陈院长，请。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跟各位分享上帝的话。礼拜五的中午之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发生在缅甸，那波及到远在曼谷那个地方。那这个地震到现在听说上修到8.2级，所以缅甸现在是有很大的毁坏。那曼谷呢，有一个大楼正在盖的大楼就整个这样毁掉。这个消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如果这个大楼在几个月之后盖好了，很可能是曼谷非常漂亮、可能非常先进的一个大楼。可是没想到就在一下之间就整个完全毁掉。各位，你知道吗？其实地上看得见的东西都不会存到永恒。在圣经里面，约翰就早就这样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另外，彼得也这样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各位要明白，上帝讲的话总是长存的，所以这个世间的一切看得见的东西，你以为非常坚固，可是呢，一下之间就可能会完全摧毁掉。那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长存的。各位想想看，如果你家里你住在一个豪宅，在高雄买了3、4千万的，算是豪宅了，对不对？那当你眼睛闭下来之后，你能够把一根柱子、一个木帘带走吗？可以吗？都不可以。没有一个是长存的。我在这一期的院训里边介绍了一位还没有踏上宣教工场就过世了，可是他却在宣教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见证。这个人叫做威廉·伯瑞恩 （William Borden）。那他的家境非常富裕。有一次，他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来到了英国，刚好有一个美国的布道家，也是一个神学家，叫做 R.A. Torrey 陶素，他在那边布道会里面当主讲。那伯瑞恩就看见，就参与了这个聚会，心中非常受感动。那一天，他遇见上帝，就把一生奉献给上帝，并且立志成为一名宣教士。他的父亲知道之后呢，就非常反对他奉献成为宣教士，因为他的父亲原先的计划是要他继承他的乳业，就是牧场、牛奶等等乳业公司，所以他是乳业公司的未来的继承人。他的朋友知道他要做一名宣教士的时候，也非常反对。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在圣经的背面就写上了2个字 ：No reserves， 不保留。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大学当中那时候基督徒的比例非常少，不到10%。可是他进到耶鲁大学之后，他就带给耶鲁大学历史性的福音的大复兴，在这校园里面传福音，积极的领人归主。所以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面
那几年当中，基督徒人数增加到50%，所以这样子更确定他要往最艰苦的地方，福音未得之地，就是偏远的中国甘肃，向穆斯林宣教。毕业之后，他拒绝高薪，也不继承他父亲的乳业公司。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在圣经里面又写下第二个字 ：No retreat， 不退缩。后来，博瑞恩他到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受装备，毕业之后要计划前往中国甘肃，也因着宣教的需要，他就到埃及开罗那个地方学习阿拉伯文跟可兰经。但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就在开罗因着脑膜炎得到脑膜炎就离世了。临终前啊，他在圣经的背后又写下了第3个字 “No regrets”， 不遗憾这2个字。博瑞恩全然奉献的见证感动了许多的人，但是我们要问，这个年轻人不到30岁，竟然还没有踏上宣教的工厂，就因着脑膜炎就过世了，值得吗？这样值得吗？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也强调，他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那这种情况，他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会有很多的患难捆锁，当然圣经后来也证实，从耶路撒冷之后，他就遭遇到很多的逼迫，甚至他就被捆绑到了罗马去，最终死在罗马。这个情况就好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保罗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呢？就好像博瑞恩，他才不到30岁的时候，就出了要去最偏远的地方，福音最难传的地方，未得福音之地，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不到30岁，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问为什么？因为保罗有一个属天的价值，深深的抓住他，如同博瑞恩有一个属天的价值，深深的抓住他。这个属天的价值远远胜过他的生命，以至于他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事实上，价值又分成天上的价值跟地上的价值这2种。那地上的价值常常会混乱我们的眼目。什么叫混乱呢？混乱的意思说，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价值，以至于呢，我们就会随波逐流，一直为着那个不是价值的所谓价值，在耗尽我们的生命。属天的价值才是终极的价值。到底什么是属天的价值？什么是终极的价值呢？就是最后要带到天上去的，最后能够存留在天上的，那个才是真正终极的价值。你在地上所看到的，不是终极的价值。就像我刚才问了各位，如果在地上拥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可是当你眼睛一闭的时候，请问哪一样可以带到天上去呢？没有一样。甚至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穿了一身寿衣，一烧了以后呢，也不能带走啊。这仅存的一个寿衣也不能带走。所以地上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终极的价值。那按照保罗的说法，什么是终极的价值呢？
终极的价值就是把福音带给那些没有信的人，因为他们信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得拯救，可以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可是为什么今天普遍的教会的门徒不愿意传福音，或者说他即便去传福音，也没有什么果效？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吗？还是人心刚硬？或者我们去传福音的这些人心里非常刚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果效？其实都不是。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我们看不到价值。我们看不到价值，我们就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比方说，一个人去吃一顿饭，你要他花10万块钱台币，他不愿意。可是要花300万、400万买一部车子，一个 Benz、BMW 或者更高级的车子，他 OK。所以他不是花不起这个代价，重要的是他花了这个代价之后，他要看看回报是什么东西，换回来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一生都是价值的取向。意思就是说，当他采取行动之前，是先决定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就是在看他的价值。所以人去做什么事情都会问值不值得。在1960年代或者70年代，台湾有不少的农民，从土地改革之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政策叫耕者有其田，所以以前都是佃农啊，都是帮地主耕田啊。可现在政策改变以后呢，耕田的人就有土地了，拥有土地了，可能是他的祖父留下来，爸爸留下来，所以即便你要出高价买他的土地，他也不会卖。可是有一天，他儿子要到美国去读硕士、读博士，学费不够，旅费不够，生活费不够，那怎么办？哎呀，对了，这时候他就会变卖他的土地，他可能卖一半，或者卖更多一点，给他的儿子去留学。为什么过去不卖，现在又卖？因为他看到了价值啊。他会说：“咱这做西郎，我们这些做农的要出一个博士我们家门要出一个博士光宗耀祖啊！”所以还比较之下，他觉得卖土地更有价值，所以他就做出了抉择。今天我要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属天的价值，是真正能够带进永恒，能够存留在天上的。这样你我就能够做出属天的抉择，不为那个不是价值的所谓价值耗尽我们的生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后来信了主之后，他的价值观有了180度的转变。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各位，保罗跟你我一样，而且比你我更优秀。他过去的追求荣华富贵，当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发现跟耶稣比较起来，过去他所追求的荣华富贵都是什么粪土各位，你会把粪土留在家里吗？会吗？不会都要把它清干净，对不对？把它丢掉，让家里干净一些。可是今天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把这地上短暂的当作什么终极的价值，我们紧紧抓住那个笨色，那个粪土。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
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选择基督，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为着要得着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属天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明白属天的价值的内涵，我们就要问：上帝为福音做了什么？或者问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对福音的作为是不是代表他对福音的价值的认定？那我要表达什么呢？就是上帝看福音是什么价值，你就看上帝为福音做了哪些。你从他为福音做了什么，就可以看到他定位福音的价值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同样的，保罗看福音是什么价值，你只要看看保罗为福音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各位弟兄姊妹，我现在要问一句话：你看福音是什么价值？那我就要看你到底为福音做了什么。上帝是这样做，耶稣也是这样做，保罗也是这样做。你看福音是什么价值，就看你为福音做了什么。反过来说，你现在做什么事情，你对福音是什么反应，是什么态度，就可以知道福音的价值在你心中的天平到底有多少。现在我们来看看上帝看福音是什么价值呢？我们来看看上帝为福音做了什么。第一个，他舍了独生爱子。在罗马书第8章32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除非上帝不拯救我们，而如果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他必须要牺牲自己。因此上帝就牺牲自己，在所不惜。因为除耶稣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他就把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各位，他为你为我把他最珍爱的独生爱子为你我舍了，可见的你的灵魂，人类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是配得上帝把独生爱子为你舍的。各位不要轻看你的价值，你在上帝眼中是非常珍贵的，这样是配得上帝把独生爱子为你舍了，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上帝不会看你很宝贵吗？当然是嘛。他说怎么样？他说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这个是最宝贵，都可以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各位，这就是上帝看人的灵魂的价值，上帝看你我的价值。第二个，上帝也使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犯罪的结果就是要受到罪的刑罚，它是解决罪的最基本的法则，这是要刑罚。所以你犯罪的时候要刑罚。所以罪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死。问题是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们死不起啊，因为死了就完了。所以耶稣就代替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祭，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本来是我们要承担的，现在我们不必承担，有一个来帮我们承担的，我们就从这个定罪的当中得到救赎了。所以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耶稣就用死来代替我们，还清一切的罪债。所以耶稣替我们赎罪，罪赎了才能消除上帝的愤怒。所以赎罪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好像你欠了一屁股债，然后你被追杀到走投无路了，然后上帝出现了，他把我们这些罪、这些债都还清了。所以上帝就为
这个救赎的大计划、救赎的大功，付上了非常高、非常高昂的代价，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舍了。可是上帝不止这样做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有好几千万人，还有好多人没有信耶稣，所以怎么办呢？他做了第3点，呼召门徒来完成教会的福音使命。在彼得前书第2章9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啊，在台语的圣经啊，北维基宪根公是君王，也是祭司。各位，是君王，君尊的意思是君王，也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旧约里面，祭司的工作就是把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宣告上帝的救赎跟祝福。教会要扮演一个祭司性的工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立场，就是要把这些罪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宣告上帝的救赎跟祝福。所以教会永远要记得，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不信的人。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存在的目的。那这个荣耀的使命，谁来执行呢？请问是陈牧师吗？一个人吗？不是，门徒，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教会就是由门徒组成啊，这才叫教会啊。教会不是由猫狗组成的啊。所以，谁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伟大的使命呢？当然就是教会啊。所以，现在教会的门徒都在干什么？都在忙于他的事业，都在奋力的努力你的工作，都以家庭为重，都以健康为重。但谁来管福音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家庭不重要，不是工作不重要，不是事业不重要，但是我们忙于所谓的价值，我们就把一生耗尽在这里，结果我们属天的终极的目标一点都没有做。谁来回应上帝的大使命呢？当然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已经忙碌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就忘记了那个终极的价值，我们就忘记了上帝所托付的大使命。各位千万要记得，福音就是门徒最重要的使命。请你跟我一起来讲这句话，预备来。福音是门徒最重要的使命。我请姐妹们来读一次，预备来。请弟兄们来读一次来。好，请楼上的弟兄姊妹来读一次来。感谢主。是每一个门徒都要来完成这福音的使命，要不然你说教会要去完成，那是教会的阿猫、教会的狗来完成吗？当然不是啊，当然是教会的每一个门徒要来完成这个使命。那既然每一个门徒都要完成福音的使命，那门徒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福音的价值呢？在哥林多后书5章15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段经文是说，他的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今天还活着的弟兄姐妹，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活？其实福音的逻辑啊，并不复杂，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替你而死，
然后呢，你就使你可以为主而活，就这么简单。耶稣为你而死，让你可以活，这是对的，但是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整。你为什么而活？今天耶稣如果为你死，只是让你单单的去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其实更准确的定义是，耶稣为你而死，使你可以为耶稣而活。耶稣为你而死，使你可以为耶稣而活。你是耶稣买赎回来的，现在又由耶稣来定义你的人生，定义你的一生，你要为他而活。他为你而死，把你赎回来了。他有没有这个权利要求？有没有？有啊，要不然我们为什么称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是嘴巴这样讲爽的吗？不是，主耶稣就是什么？他来决定我们的一生，他来决定定义我们的一生，定义我们要怎么活。反过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可以抗拒这样的呼召？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嘛。我因为他而得救，他为我而死，难道我不能够为他而活吗？我现在得救了，所以我开始决定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奋力我的学业，我要奋力我的事业，我要奋力的我的前途。那耶稣的使命呢？我有空再做了，就把它当作耳边风了。各位请注意，你因这个福音而得救，你当然应该视这个福音为宝贵。那什么叫做为主而活？我们千万不要只讲到最后面就变得很抽象，为主而活很抽象。每个人都说我为主而活，可是呢，到底为主而活是什么意思？我要看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过程也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结束也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 Omega， 是阿尔法，也是 Omega。所以如果这个福音，所谓的福音没有耶稣基督，那不是真的福音。今天如果你到汉神百货他们有一个福音好消息，哎呀，这个 LV 的包包假设说5万块钱，那现在呢只要打2折，只要1万块钱，哇，这个是福音，对不对？这是好消息，对不对？可是我告诉各位这不是真的福音，因为那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所以，究竟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嘛。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叫做耶稣基督。所以为主而活，就是为了福音而活。具体来说，就是为了传福音而活。所以各位，你不要信耶稣信了，我为主而活，每天为主而活，可是福音传福音都摆在身后。为主而活，就是为传福音而活。各位，爱主不是一个概念，爱主是一个行动。如果你口口声声说爱耶稣，可是你却不愿意传福音，这是非常精神错乱的人生。为福音而活，就是一生都要为传福音而活，一生过着传福音的生活，也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传扬主的福音，这才叫做为主而活。不然你说你爱主，其实你就是出一张嘴巴而已。今天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一生都要为传福音而活。所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就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句话我用黄体字标出来。这个黄体字里面有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请问这一部分就是什么？救赎啊，是救赎啊！你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跟上帝和好，这就是救赎嘛。救赎的真正透过耶稣基督。可是呢，他说又就是马上同时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请问什么叫劝人与上帝和好？
就3个字，是什么？劝人与上帝和好，你们不知道吗？3个字啊，传福音。你除了这个解释，还有什么其他解释？所以呢，当你得了救赎之后，同时上帝也把福音的使命、福音的职分赐给你了。所以前半节是在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蒙了救赎，跟上帝和好。可是接下来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什么叫做劝人与上帝和好？就是传福音嘛。所以上半节是讲上帝将传福音的，后半节是讲上帝将传福音的使命赐给了每一个门徒。换句话说，你被救赎的同时，已经被上帝赋予传福音的使命，这是同时发生的。今天如果传福音没有传到这个地步，没有传到同时发生，那你门徒就会怎么样？就会忙碌他的事情，就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不只是来教会聚会啊，给陈牧师面子，给师母面子，我们来聚会，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不，我们得救赎之后，上帝同时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都赐给我们了。这就是终极的价值，这就是带领一个人进到救赎里面，进入上帝的国，这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各位，你现在在地上努力的，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带进永恒里面去，所以你忙忙碌碌在赚取你生活需要，建造你的人生的帝国。可是记得，这里面的每一件东西，没有一个可以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唯有一个，你带领人信耶稣。所以我们的装备，门徒的装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嘛。门徒的装备就是为了传福音嘛。如果门徒的装备只是上课，这个门徒训练有问题了，走错了方向。门徒的训练一定要跟传福音结合起来，因为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为了这个缘故，神学教育就非常重要。所以我接下来用2分钟的时间跟各位介绍。我为了这个缘故啊，努力思考、祷告，求主光照，到底神学院的课程设计应该怎么样来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做了1年前就做了这样的革新。我们道硕里面就有了3个的道硕，一个是一般的道硕，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道硕矿化宣教与职堂。矿化宣教跟职堂要放在一起。过去矿化是矿化，矿化宣教是矿化，职堂是职堂。不，你到矿化地区去宣教的话，那带领那个人信主，就是要什么？你马上建立教会。这个是从第1世纪保罗传福音给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保罗到矿化地区去宣教之后，马上就在那边建立教会。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教会了，你就跟当地的教会合作。所以矿化宣教必须要跟职堂结合在一起。第3个就是道学硕士幸福门训主。但是我也知道，做幸福门训主在台湾有一阵子非常流行，现在差不多1/10的人在做。那9%的人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一般道硕里面又开发出3个次专长。第一个就青少年儿童事工。请问这个是不是教会的需要？今天的信2代信徒第2代、第3代不太到教会去耶。年轻人已经流失非常多都被这个世界掳过去了。所以教会非常需要儿童、青少年。第2个就是婚姻家庭跟助人技巧事工。那第3个就是乐龄跟职场事工。我们今年2月就开始了这2个次专长，青少年儿童事工，也就是你去年9月份考进来，那你有1个学期的时间，好好为这个祷告，将来我要选择哪一个次专长。
那这个学期当中，你要跟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推荐你到圣光来的，要好好的讨论。我们教会需要什么事工？也许我们教会很需要婚姻家庭与助人技巧。那我对自己对这个也有兴趣，那我就选择第二个次专长。那如果教会牧师说，我们教会现在非常缺乏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那如果你来读神学院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意愿、兴趣也是在青少年儿童事工，那你就选择这个次专长。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学期中跑来跑去、换来换去，你课程就不会集中。这就是我们为这个规划。另外，我们也为着白天工作、晚上上班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基督教研究硕士班，或者延伸教育。另外，在进修部里面有一个第二个就是线上双职侍奉硕士。昨天还有今天，同时我被问到说，我先生还没有信主，或者我太太还没有信主，可是我想受装备，那我应该读哪一个学制呢？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可以读这个线上双职侍奉硕士班。因为线上双职侍奉硕士班不是要栽培全时间的传道人，不是要栽培全时间，而是栽培一个在职场上可以为主发光、做盐做光，在职场上怎么去传福音。但是前提就是你的先生、你的配偶要支持你。如果你的先生、你的配偶不支持你，那对不起，这个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先生支持你，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你可以来读双职侍奉硕士班，你可以到校本部来。或者如果在台北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线上来学习，所以我们这个是用线上那高雄地区我们鼓励你用实体来学习。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有些困难的话，你用那次或者那几次，或者申请那门课全部用线上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学制是一个很不错，而且反应非常热烈的一个学制。欢迎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时候接受装备。然后我们在今年2月份就正式启动了一个新二代事工中心，特别致力于教会家庭、婚姻跟亲子怎么做父母的角色，建立基督教的家庭。那最后就是因为我们海外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把海外的学生提早到第一梯次，今年的4月。就是下个月的4月报名截止那这个是给，因为他们特别是陆生，他们要进入台湾的时候他们要特别申请，所以我们的陆生也很多所以我们要特别申请，要提早那5月2号、3号就第一梯次笔试跟口试，那第二梯次呢，就是台澎金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现在就可以报名，然后6月20、21号笔试。这就是我今天给各位这样分享。那如果你需要双职侍奉硕士班的一些课程，这边有介绍，还有这边有课程的设计，我也带来了。如果你有意愿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我这边这个双职侍奉硕士班的课程都已经写在这个地方。感谢陈牧师还有贵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分享圣光的需要，也真的很感谢过去我们荣光堂为圣光奉献，让我们虽然各位没有直接参与神学教育，但是因着你们的奉献，我们可以不断的努力，让课程可以革新，栽培出来的工人可以为上帝的国做出好的贡献。谢谢各位。我们谢谢陈院长，他让我们了解到神在地上的事工是如何的运转。我们也期望会众们可以为我们的神事工来多加奉献。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赞美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良诗选》468首，日日专心靠救主。日
公至台前。请会众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还没有预备、不了解奉献的意涵，可以安静心让奉献袋经过您身边。待会会众们在奉献袋回到圣台前献上时，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请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更加兴旺。您是配得和赞美和感谢。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起立唱向主献成歌。请坐。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嘉宾，叫林志贵，是男的吗？来，起立，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介绍人是新晋姐妹嘛？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在唱第二遍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起立来彼此拱手不握手来问安。耶
请坐。好，我们一同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可以看投影片或是周报。我们也请下周要同样服侍的人员预备心来准备。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本周的主日为圣光神学院的主日，感谢我们的陈院长陈吉松院长前来正道，也请为陈吉松院长的家庭生活侍奉来祷告，并请弟兄姐妹们关心神学教育，并为神学院来代祷奉献。本周主日晨主课程之后的12点45分将召开堂庆筹备会，请相关的事工同工及各小组长们留步至201教室来开会。下周主日为4月份的圣餐主日，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并为即将进入受难日及复活节期来祷告。教会办公室将于4月3号到4月4号礼拜4、礼拜5连假休息。那礼拜6、4月5号会开放时间。那4月3号的连假期间内的祷告会也会暂停一次。本堂将遴选堂聘传道协助教会事工，请为教会能选出并聘用适合的传道人来祷告。自3月5日星期三，圣兄姐妹们若身体许可，除了主日1天以外，以1天1餐禁食的方式，作为大斋节期纪念至4月18号礼拜五。教会将于4月18号礼拜五7点30分举办受难日祷告会，敬邀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参加。而原先4月17号礼拜4的祷告会会一律并入受难日祷告会举行。教会将于4月20日复活主日预备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受洗参加加入本会或转籍入本会者，可以向办公室来报名。牧师会在主日后的205教室会上洗前的课程，以及认识本会的基本课程。教会韩国旅游团3月31至4月4号由赵少文弟兄带团出发，请为团员们的出入平安来祷告。请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祷告。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新一季的盼望。6月22日主日上午举办堂庆，欢迎弟兄姐妹们提供照片、文章或影片、贺词等资料给教会来做文书手册制作使用。那收件的时间到4月底，并为本堂60周年纪念礼拜来祷告奉献。60周年哦。清明节家庭祭坛材料电子档已经传送到各个小组，请弟兄姐妹们于节日时期可以自行来运用。最后一个是财务部门的消息，113年度的奉献收据已经放入各会众的那个奉献袋中，可以自行来参阅。若有遗漏的或是奉献金额有问题，再跟4月6号，也就是下礼拜天以前，再跟办公室提出。那如果你有登记国税局的电子申报，那我们教会还是会给你纸本的收据来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补充一下。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哈。那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司会有提到说，我们的奉献的收据有放在各位的11奉献的袋子里面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找到，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错误或者是有遗漏的，那请尽快跟我们的财务同工来联系，或者跟办公室来联系啊。那我们的每笔奉献一定在各位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收据上面会呈现。包括我们为对外的奉献，为这个神学院的奉献，这些都会登记在各位的这个就是收据上面。
奉献收据上。所以请弟兄姐妹仔细的来找一下。那如果找不到的话，真的找不到，那跟我们的办公室来反映。那包括像我们现在在关心这些神学的教育，这些我们都可以成为美好的奉献。刚刚院长也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可以透过金钱跟这样的一个支持跟帮助，让神学教育可以做得更好。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缅甸跟这个泰国的地震。那我们教会已经准备爱心基金已经有开始做预备。那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为这个灾区来做奉献或是支持跟祷告，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就是特别注明是为了这个就是地震的灾区的地方来为这个地震的灾害来奉献跟关心的部分。好，那我们明天开始就有韩国团要出团。那韩国最近也有一些的这个森林的大火，那我们也为韩国来祷告，那希望他们能够出去也都能够平安。那没有影响到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导游特别有交代说不会有影响那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去的旅游出去的平安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着我们在4月20号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受洗跟转入的礼拜，那刚好到今天我们大斋期已经过一半的时间。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我们能够继续再往下面20天当然，那个好消息频道上面也有说为国祷告21天了那我们不是只有大斋期，不是只有为自己祷告，也包括像刚刚提到为国家祷告，为各样的事工，为各样的事情，为你所关心的人事物来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在大斋期当中我们除了有这样的祷告，那也尽时来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去体会跟体察人的软弱跟痛苦的地方，让我们去感受别人的感受能够有同理心，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关怀事工上面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即将要选新的本地传道来协助教会的事工，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教会来祷告，表示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增长。我们也希望看顾到青少年跟儿童，还有其他的比较没有关心到的事工来参与这些的服事。那牧师很抱歉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面的来协助各位。那但是我们希望本地传道的进入可以增加，让教会的同工可以更好、更整全的来关心跟协助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愿上帝来帮助以上谢谢。我们谢谢陈牧师。那有关肢体消息方面，会众们可以参阅电子周报或纸本周报，为我们肢体不适的弟兄们姐妹们来代祷。会众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陈伟文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之后，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使人蒙福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在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
在殿乐中默祷，为我们的今日报告事项、肢体消息来祈祷。若你心里有忧伤、病痛，或是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们，可以进前来，让牧师亲自为你来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爱你们，也愿上帝祝福你们。